如同18世纪德国诗人舒巴特写的诗：“快活灵敏的鳟鱼在水中游来游去，像飞剑一样，这活力可得来不易。”这个鱼苗我们是从美国引进受精卵，然后它是坐飞机来台湾，然后我们去机场接机，接了之后呢，才放到我们的那个孵化桶里面。那过程是非常艰辛的哈。难怪鳟鱼被称为鱼中贵族。鲑鱼的家得是没有污染、低温清澈、高含氧的活水才行。山泉水在梯田式的养殖池不断涌出，是许明德为了教课特别的设计。什么玄机？这个有曝氧，增加它的水中含氧量。然后这个环境有没有？我们就是要让鳟鱼的水中的氧气很高。在台湾很少，对不对？很少，几乎养殖业都没有这样子。哦，所以我们说亚技术懂贴片，这技术很特别。我发明的啊，他说我发明的。当先锋找出路，不止苦在养殖鳟鱼的技术，还得一步一脚印，在南庄山区开发筚路蓝缕。那你想象一下，原来没有路的这段过程呢？可能以前养好的鳟鱼要用背的下去，饲料要从平地背上来，养好了之后再背下去，哇，那个是非常辛苦的。如今年产20万尾的鳟鱼场成了南庄观光的招牌景点之一。用最简单的烹煮就能尝到鲜嫩多汁的爽口鱼味。漂洋过海的小小鱼苗，在南庄闯出大大的名堂。农渔养殖业者朝着观光产业发展，这已经是个大趋势。6年前呢，政府在苗栗南庄乡划定了300公顷，作为南疆休闲农业区，辅导这些业者结合更多资源，异业结合来带动整体的地方发展，而果真使得南庄这里的观光收益全面倍增。亚技术懂贴片，爱发明家；亚技术懂贴片，爱发明家。